交通部宣布，国内第一线的运输人员7月初5开始会当注疫苗。不过，台铁的产业工会说是也讲，有一寡不是前线的员工，甚至阁有请药下岗的人，拢伫咧名单内底。面对这项指控，台铁局回应讲，会照必要性排顺序分配注射。周末的南港车站，这车头是冷冷清清，不过因为车站的工作人员也算是高风险族群，交通部宣布，包括台铁、高铁、航空站等等第一线的服务人员，计共15万人，在7月初5开始注预防射。不过，台铁产业工会表示，有员工反映，不是第一线的行政人员，或者是有请当假的员工，竟然伫咧名单内底，批评疫苗分配根本无想作业，甚至还有车站是爱用抽口啊来决定顺序。那同时，有发现说有部分像是一等站，它可能其他站别都有70几剂，但是部分站别就只有50几剂的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希望台铁局可以尽速说明吼，切勿黑箱。根据台铁规划，有注疫苗需求的计共18518人，其中从业人员16065人，协力厂商有2453人。不过头一批配到的疫苗简单到注12000人，所以优先予第一线的工作人员，包括列车乘务人员、清洁人员、甲关键基础设施，伫咧3级甲4级警戒维持营运的人员来注。台铁局发文表示，第一批注射的名单以3级甲4级警戒的必要人员为主，确保台铁正常运转。其他的人员会安排第2批来注。交通部也表示，会继续积极争取疫苗，予所落来还未注到疫苗的人会使量早注到。记者闵金玲、许凯台北报道。